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今日的福喜来的。今天的神法，佢从六把电视一打开，有限的时间都看一下，无限的时间都听下声音。但是在以前电视无按多人台地背，我哋几多人系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听下垃圾药。其实垃圾药系几多人佢重要娱乐。我哋今日佢用喺有强度嘅，系我哋广播团发通嘅主持人陈秀峰先生。主持人你好，你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有要同我哋分享嗰度垃圾药背後嘅故事哦。像秀峰先生，而家唔做廣播節目做幾久呀？迄從差不多84年到離下，哎呦，沒有喲，差不多快就20年。快要20年了呢。係啊。其實我想到去探人嘅工作咯。其實吼，你係誤打誤撞啦。跟住我哋台南吼，就研究嘅廣播電台嘅董事長，佢就講，我哋電台吼，禮拜日吼，想要有個客家嘅節目吼，叫我你台灣人做唔得冇啲客家嘅節目啊，叫我更有興趣嘛。我想，咦？做得咯，去搞啊，沒做得。本來想講吃搞啊，冇想到講吃搞就搞按多年咧。搞出奇米出來吼。咁啊，像師妹哈，其實你係一度死啊？冇安尼啦，切快呢，都冇挨年你冇啷講。咁我意思是講，其實人係咪本身都有嗰啲訓練，還是講唔係有嗰啲背景咯？唔會都接安尼工作咯。其實應該係從我高中嘅時間哈，我就有啲機會，可能自己也有興趣啦，就到廣播電台哈，就做了個節目主持人的助理。嗰當時哦，就像家主持人講嘅啊哈，嗰垃圾有收音機係陪伴當人的個身份，因為嗰當時電視冇咁普遍啊，就聽收音機。不過嗰當時吼，嗰所有嘅收音機嘅節目，全部講福佬話。全部講福佬係啊。係，我本身我就講國語，我要講客嘅啊哈，嗰幾個講福佬話，結果預備機會來，本來我喺做旁邊嘅處理哈，係慢慢嚟吼，要把我哋嘅主持人叫做強加，拍台咧個天河某人主持用嘅噻，叫我那小鄧你來主持好嗎？我說我不會，他說沒有關係，你已經跟在我旁邊那麼久，你聽下順頭按叫，跟你出來主持啊，我就主持。唔過幾擺吼，也係當好嘅經驗吼。嗰當時嘅收音機吼，係用大盤帶，唔係從地下天落傾落去。我買個歌都傾埋嘅。係啊，唔嘅麥克風按打落去，出咗講法。嗰當時唔係啊，係用啊大盤帶哦，嘅錄人吼，按做現場嘅。我記得嗰當時吼，禮拜日我主持早晨頭8點到10點吼。嗰一講法吼，一講國語出來吼，嗰台長馬上吼就教我打電話幫我主持人。你哋節目係做好耐呢，唔嘅節目有冇講國語啊？講國語。嗰時候係做好耐節目，但是係你上講。我唔曉講好耐啊，我仲冇講大家好啊呢。後來都國語。是啊，我喺啲我嗰兩時就講客。就係嗰兩時哦，到高中嘅時間，嗰樣嘅經驗。唔過從高中嘅時間，就如認為啲學習嘅機會，行大學嘅時間啦嗬，也有機會要就會主持當道嘅個外場嘅發通嘅。嗰其實你即個高中都接安尼東西嘛，幾好擔嘅吼。就自己有興趣啦，因為自己也好唱歌嘅啦，就按樣。興趣佢講。係啊。像你其實就做一啲節目吼，無像其他講人，可能天落大下，我哋千萬人嘅資料，天落大下，吼，我哋都可以尋到幾多資料。但像你即個後來去做客家嘅節目，一部分嘅資料幾少，你嗰時就很容易，我哋講收集資料咯，你熟悉下你資料咯。我人生當初哦，差不多84年嗰當時吼，我就主持人哋台南嘅啲廣播節目吼，嗰當時真嘅，你也冇學委會嘅成立啦，和南埔廣播電台也當少啊，佢說唔可以有半夜嘅節目吼，還有內涵到嘅，還有內容到嘅，唔知天可以有當用心嘛吼，佢說。我就去書店吼，尋當少冇客家，
当首吼，含也无客家歌诶。你像你日本到了个唱片行去吼，佢要有国语排行榜、红楼花排行榜、乜个人文排行榜，乜个都有出无客家诶。你要从那边寻了，你就要从啲传统艺术嘅嗰位歌曲特别多。哦，寻到一种，一块，嗰個國樂嘅乜個作為嗰位乜個片頭嘅歌曲啊，呀乜個主持一個節目，總嚟從個唱講法，如果有客家歌曲啊，樣嘅神哦，嗰種我一當睇淡吼，就因為這個後生嘅時間，無啦，你還沒講完後生啦，講唔錯嘅，反正這個就當好唱歌嘅嘛吼，佢想講。咁我既然我自己也唔會唱客家歌曲，我也尋到吼做得符合我節目嘅呢客家歌曲。當然嗰種時也要當到北埔吼，呢個客家嘅有到鄉親佢即個我講了嘅客家嘅歌曲。但是對我來講吼，我總係知道嘅商人各方面啊吼，冇辦法符合我嘅要求。這個六年的品質會有差啦。唔係六個品質共樣啦，嗬，嗰種是應該都差唔多啦，嗬。但是唱嘅個水準，唔嘅商人各方面係唔好啊，即係我嘅聽啊，冇講係冇上嘅聽，嗰聽眾朋友嘅垃圾有一陣啊都，哎呦，嗰乜嘅商人聽唔識。我嚇到嘢。係啊，我就想講，應該我自己來錄。我熟悉客家歌曲，我來介紹俾你嘅聽眾朋友。我冇想到講吼，我從嗰呢啲嘅錄製嘅過程當中啊播出來吼，佢回響我安泰。我記得我84年嗰陣時候主持了節目，差唔多從86年、87年嘅時間，我就收到一封信嚟。嗰封信嚟吼，竟然本來感覺講，原來自家從嗰位。個思想嘅地方都咁樣傳出來上人吼，人家會影響你個安泰。很有一封信嘅咯。就有一擺啊哈，我就收到一封信咧，嗰封信咧，映入眼簾，我完全冇熟悉嘅哈，行個詩啊哈，又寫到安尼歪，唔係講當真嘅。唔過等我打開嗰個信紙地方度來看嘅時間，唔點我。我見看點冇做。迄種一個時間吼，對廣播電視台主持人啊，人會幾多幻想？我想講，你上個鬼講，我唔知道伊送信嘅係一種愛慕嘅心嚟咩？唔係，我啷講吼，嗰封信咧吼，係一位嗰位聽眾朋友，佢本身哦，嗰種是佢已經72歲，佢差唔多50歲嘅時間啦吼，佢係後天咧，佢木族婦人間，佢係。做西裝嘅師傅，做用材嘅，當腔嘅一個師傅吼，結果吼，佢喺婦人間吼，就因為身體嘅關係，影響到佢木族，佢就慢慢嘅蒙體，佢看唔到。嗰時候吼，佢就瑞白，因為佢本娘吼，你南部講假嘅吼，佢本娘係客家人，但是佢本娘吼，因為講。客家人佢唔敢承認自己係客家人，嗰時候佢一冇半家嘅先生，佢老講吼學客家話，係佢就自己語辦掉，佢木族看唔到嘅人啊，嗬，人講上天啊當公平啊，嗬，老佢一張門關起，佢揾我一張門就來打開，佢嗬嗰陣時就靠近耳講，佢就彈，佢彈時間，佢就收聽我嘅頻道嗬，就大禮拜就講我很熱哦，冇吵佢，下晝頭1點2點到2點，就聽到彈嘅節目。我專心去彈。係佢嗬，終於鼓起勇氣，佢就嗬真嘅提起佢勇氣就寫信嘅本來。佢講話嗬，佢喺後天嘅嗰個木族看唔到，佢寫信嘅本來。佢講佢當太淡就寫信嘅本來嗬，係佢講佢本來啊嗬，從個人生嘅呢個演歌。佢就尋到一隻光明嘅方向。然後上癮，帶隊行出來。真嘅，哇！我看到佢信嘅時候，我真係當感動，我點冇做，我就從嗰個收音機行我就念出來，念出來，佢就當聽。我講我希望啦，我就按來講啦，透過啲收音機來講，我講我希望啦，唔單止聽我自己節目哦，我講做得啦，就我編嗰個歌曲啊，做得話，你就聽得來唱，就會因為安樣佢來鼓勵啊，佢搭禮拜啊，佢話講啊，比方我1小時嘅節目啊，差唔多播5首歌嘅，6首歌嘅，佢就來錄去啦。
录起来，人会录起来哦，含爱规节个节目，佢全部录起来，佢就安尼好客家话。你讲啊，人啊，个潜力係當強嘅，佢就認為安樣佢學當到高嘅，佢就我就鼓勵佢，我講該冇安啊，你就將自己創個高嘅，你記來幫我讓從節目當中來播，你點嘛？佢啷個講佢自從啊就數堂嘅節目之後啊佢。人講人生啊，佢就尋到一隻方向啊樣嘢。我記得嗰兩時候我正做節目嘅時間，我嗰兩時因為我是台灣做學校上課嘛我做現場嘅節目，每禮拜四，然後5點到7點做現場嘅，每禮拜安尼，我從學校變轉了做現場嘅樣嘢。幾無限嘅嗬？都無限，如果做現場嘅其實。對我來講，我個考驗要學習到，慢慢咧，我節目我講做唔得，人做我不當添。古時候我節目將會曬到個禮拜二去，係叫做加油了舒心，從個啷個聯絡安樣去，佢也錄製當到歌曲安樣去，佢安尼數堂嘅節目啊，佢講個貴上嘅舞下加本樣最後啷個講。cái quỳ xuống là全部都係我個就我節目錄帶，佢全部賣嘅120分鐘嘅來錄，佢就一帶佢做個錄個四吧安樣佢就唔是長嘅彎啊，係一帶嘢佢就一帶一帶個錄人帶，到最尾嘅時間啦日本人就就打電話幫我。當不尋常啊！因為平常時我個聽眾佢從一個我係佢空中嘅個欣賞啊樣佢收入嘅客家歌曲啦、客家話全部做對我哋個廣播電台度學嘅，係都未佢就轉去嘅時間，佢繼續成年就冇乜爽快，係到12點鐘嘅時間，日本人幾興佢食飯，叫唔可以搖啦。佢講算佢啷個準我唐鄧老師嘅個節目安樣嘅，係佢就到1點嘅時間，佢就坐喺堂下，佢就見堂，係從來未係日本人講嚟錄去啦，因為嗰兩時完全就看唔到啊，到最尾佢也完全看唔到啊，就錄去啦，佢堂過後到2點堂好嘅時候，差唔多到4點鐘啊佢就留日本人講，我當艱苦，我身體都唔掉嘅。就差唔多5點鐘送醫院，出轉醫。轉醫哦。就安尼。可是伊啲人生嘅最尾話係見唐頓贏嘅節目嚟嗬。係。你喺我做了節目我做這個就無心插柳來主持呢個客家節目，當然其中也有當到當感染，嗰啲本來。當印象當深，韓國非常，我從喺會略嘅如啲個冇想去做節目，唔過我想去啲個當中朋友，你會繼續想我做下，我就繼續做。我聽人講話就去見馬屁嘅，真係會去見馬屁。伊啲嗰時種嘅當中，其實係對外人嘅主持人嚟講太鼓勵，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小鳳先生個精彩嘅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喺辣椒人台地位，因為看唔到畫面，嗰時節目有聲音嘛，主持人嘅功力最重要。小鳳先生，你幾時節唔愛主持伊啲節目，冇得規劃啲節目，唔愛做乜嘅功課啦？講實在嗰兩時正做主持節目嘅時節啦我就未有講馬話前段年啊，韓國嗰出播出之後，我講馬話，我全部用筆記，全部記起來。我先寫下來。我先寫下來，嗰兩時因為有人講唔錯啊，因為旁邊處理迄講進來 NG 嘅話就基本冇關係啊，古時人自家就係吃愛啊唔計話全部嘅話軟檔自家先規劃好，但是個內容仲做唔得見介紹歌曲啊，還有其他人啲客家。文化啦、飲食啦，嗰啲東西。我講嗰陣時也啲客家委員會也忙入成立啦我啲客家資料，啲太專人教，乜嘅咩冇客家嘅東西啊，用解釋啦。後定嗰陣時
这本来有各位深度一本哦，我记得改良史啊哈，你起真讲起高书哈，其改良史如下一本书我都徘徊客家之间，我迄无记唔错吧，应该改本书啊哈，因为改本书哦介绍都非常非常的详细，收入你客家各位文化的来源呐哈，的历史全部讲得清楚，全部都错解哈，当简略诸如当多东西好讲啊样嘢，嗰時也錯嘅搭配啊，就得到當多資料，很慢慢嘅啊哈，當然自己也有從腦背啊哈，比如話從那搭配看到有個啲客家檔揭出嚟，啲客家各位啊鄉親啊哈，就嚟訪問。訪問當中啊，哈，人講剛好相撞啊，哈，做嘅訪問時間，當然就會互相來調學嘅功力啊，樣嘢。其實做喺安尼日啲嘅一步一腳印，一步來累積安尼嘅東西。錯。所以像小鳳先生，你這個本身花按多時間來做嘅節目，你這個有工作力。係錯。咁你其實時間用去分配咯。好啲咯，天台幫我動態嘅空間來發揮啦。就講我平常時20頭坐學校來教書，但是我就利用啊，比如話按鋪頭嘅時間啊，固定嘅啊，佢嘅錄音室就留幫我，好，我就錄音啊樣嘢。後來我冇辦法做了個現場嘅時間，我就全部做錄音啊樣嘢。不過難事，你一全部就做錄音嘅，錄音較方便，你工作就較彈性嘅。可是將能做按到節目地步啊，有遇到某個困難嘅事情嗎？我而家有啲過簡單問題嚟講，將能其實唔係寫 run down 嘅，你係用華語寫咩？用國語寫？當然用華語。可是我哋問題我哋講客話同華語還是有一段嘅差距啊。唔會啊，你如句話講，我口寫我手啊，反正寫落去，看到嘅事，唔知係做乜，唔出用客家話全部講出來錯啊。真係冇簡單咧。從細就講客家話啊，嗰時所以你對我來講係唔係問題。嗰時你喺排節目嗰時節，除咗你講頭先講我哋要看徐正光嘅一本書哈，我哋徐正光教書嘅一本書，本幾度嘅客家嘅資料嘅書寫邊個吼，咁你平常時嘅練習咯。譬如講我哋從國文頭講，體白堂頭講，那有你這個錄音嘅，這個錄歌嘅這個標，連你一標個錄這個錄。錯，萬然去同伴奏咯。冇計兩時啊，我自家落個啲個位專業錄音室，喊出老個位錄音師講好哈，我使用那道客家嘅歌曲，其實佢啷個唱，當我嘅錄人費當貴，當貴。按照這個出還是公司嗰陣出？冇，全部自家出，你冇辦法啦，你天台嘅冇辦法。跟住貼錢做節目嘅呢？我知道啊，哈，佢。我知道這種是我老李的歌曲錄起來哈，你喺我後輩啊哈，做嚟從事喊下到就講搞客家你都會，比如話歌謠班啊，你都會養分，我就會因為有之前咧我自家都錄音室嘅自家來錄，將呢個客家歌曲錄起來哈，喊也標本學生來聽，就會認為學生咧佢知道，老師真的唱得不錯，佢從來唔會快彈，將會有錄少。後輩有當到嘅政府辦嘅歌唱比賽啦，有歌謠嘅開班啊、客家啊，第一個上台就係田秀鳳老師來教。就係我記得嗰樣時啊，呢客家電視台開播嘅時間，咩92年啊、93年嗰樣時，係客家電視台開播。我就俾唱一唱歌嘅啊，你就係我之前咧嗰位啊，以前做嘅基礎哈，睇下原來有談到秀鳳先生嘅歌聲，嗰時候我哋開播嘅時間我都先唱到秀鳳先生來唱歌嘅。廣播係五元佛節啊，我哋唔知幾多樣版簽資料，就簽到田秀鳳，啊，所以你就做喺歌唱。從唔多時嘛，要講唔係做嘅發通嘅主持人，咁唔可以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睇下講一下講，做廣播嘅節目同做發通嘅主持人有乜個差？個人呢，去改個就講你的那個口條，你要做主持人就口條要當順，和發音各方面都要當準。當然你也係要時間慢慢呢。
吼，唔係講哦，我想要做主持人就在做，當然我下功夫來搞啊哈。像我張開始嘅時間吼，為到一本自家嘅講法唔會打結啦哈。你細細嘅時間就講讀書嘅時間本身上來訓練，因為讀書嘅時間也有去參加啲個朗讀比賽啊、演講比賽啊，你就要拿定個報紙吼，個社論有冇吼，幾篇吼、幾萬則詞，你就要去念本身上堂啊哈，就用兩種嘅方式，係唔係做得啦哈？拿到一篇嘅個報紙新聞，你就全部用客家話來念。全部用客家話來念。全部用客家話念，你嘅關鍵詞啊，你就完全一個拿到，你一頭腦度馬上就轉化變成客家話，就兩種嘅方式。可是其實也係現場本嘅訓練，還是你自己本訓練？我自己本我自己訓練，嗰係因為我讀書嘅時間就兩種嘅經驗，因為讀書嘅時間係學校先生會教會啊，佢會訓練講，你就把這篇文章你念給我聽，你念本我聽，所以認為細細嘅時間就書過人嚟訓練。可是我有個問題就講，我哋看那些翻譯師啊，但是我哋阿講客話講嘅時候，有時係會點點多多，譬如講鬧嘢，過一些熱鬧啊，熱鬧。譬如講我哋就講客家話出很多鬧嘢啦。係啊，係啊。其實馬上如果轉過來。當然啦，出人嚟啊！佢平常時你叫客話嗰種詞句，你喺那練習嘅，因為有時間我哋客家詞，從我哋嘅成語我哋不一定念得出來，咁樣東西你要用嚟訓練。成語當然留你客家話啊，會有啲嘅差距，你冇辦法完全啊，留你阿貴語嘅成語講個客家話。有都冇相同嘛，跟住就盡量冇用。但是你做啲潛到有相關嘅客家師傅話啊，你就再講鑼鼓言語用版講啊。咁種嘅師傅話同鑼鼓言語，你平常喺看書話，還是會有一些先生嚟同人講嘅呀？你冇先生講啦，你客家話。咁這個按人強攞啲嘅師傅話咯。跟住我講我而家好處啊，我講我親口留老人家打嘴鼓。我親口留老人家打嘴鼓，韓國另外啊我也就認為84年開始接呢個廣播節目時間啦我自己就反正同呢單位有乜嘅客家嘅人才我就會去訪問。去訪問，你像你當到嘅你像呂金壽啦、錢木珍啦，呢度韓國全部都訪問過，全部都訪問過，名人咧，係啊，你像鍾天明先生也高神咧，反正當到名人啊你就尋時間、尋機會，攞佢哋訪問，你像你高雄做南山嘅老師傅呢度啊，反正有時間出去嚟打嘴鼓你就記啊，老人家啊佢真嘅係出口成章啊！佢講出來嘅話出一本書都文啊，出一篇文章啊，你就愛帶錄人機去錄啊，就去充電7個先寫去到咁樣去。可是你做功課幾足呢？點滴出嚟啊！嗰時候你下我哋喺出去訪問啊我大部分我就冇夠嘅，我當時有錄人嘅。我就直接佢講到嘛個充電嘅話啊鑼鼓言語啊，我當時聽到嘅啊，我夾就寫起來，係出嚟。譬如講同我講我哋咧廣播節目有 round down 嘛，我哋一講某個話有時我哋係錄音嘅，可能講錯話我哋可以重新，但是反正做生意冇辦法嘛，一上而已。你都見真章嘅呀？呢個外場嘅呢發通啊，當然沒有如這個新聞度出咗如嘅讓檔。當然主辦單位佢也會本個個體育嘅加時間加個個程序運用班、長時運用班做體育啲，唔過第八度運用班嚟補育第八度咁你就事先出來個做功課咁樣啊。咁功課用做咯？跟住我看下書信啊，佢係乜嘅嗰個發通啊？你像我差唔多從民國85年到91年，呢2年時間啊，我有主持你高雄嘅嗰個全國嘅美容美髮技藝比賽，還有個選美比賽，佢這個我主持呢度，佢做事先啊。
真嘅咯，泡嗰個飯店啊，哈，幾暗半出寫，那個時間，含天熱那應付啊，哈，可能主辦單位你還要乜個狀況就會來啊，哈，你嘅頭腦啊，哈，完全就會搞個種機器人，得乜個資料馬上就會搞個。係有時可能前一後邊那傳講，今日聽日會有乜人來參加，好，會有乜個貴賓，馬上都把佢哋名記落來。但是你又唔可以帶歌上去，能用咯？你啊，哈，做節目嘅時間，你會準備個像名片安尼字嘅，好，你嘅當然會有大標題啊、大標題啊，你一段時間去乜嘅發通啊，你就睇咗嘅，因為最近就做過當多功課嘅，嗰時嘅買一個拿起來你就做得到嘅啊，健講嘅啊。嗰時對於啲廣播主持人變成一啲發通嘅主持人，其實伊底部有幾多嘅功力嘅查片。休息一下，我哋下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因為我講翻喺人家沙飛最重要嘅學問。今日我哋邀請到係我哋最資深嘅廣播團發通嘅主持人蕭峰先生。蕭峰先生係佢教我哋，我哋平常時啊嗬，按樣我訓練我哋嘅講法，因為佢佢當然唔係講按樣我聽人講法，冇得講佢講題，佢當然喺前面講法，我哋平常時可以讓我訓練啦。你帥哥嗬，聽客氣嘅啦，其實講法嗬，人人會講啦，但是你用別人講到本人聽到，安尼無想我轉台，也無想我離開人哋個磁場哦。其實我知道嗬，你就平常時啊嗬，當然七家老七家對方，所謂七家老七家對方就係講，你七家做得老，你七家上人，溜起來七家糖，你七家甘糖，你七家上。嘅你自家要加油，自家談自家想嘅時間，你做得嚟修改自家嘅講法速度啦，講法上調等等。你像有啲人哦，佢講法像科技咁，嘅上人會動歌，本堂呢出去噪音嘅哦，佢唔私人嗬，佢唔舒服。係，會當甜啊樣係啊，你就冇想我談，嗰時候嗬。你像我訓練學生嘅嗬，其實用本人來教嘅演講啦、也朗讀嗬，咩腔樣嗬，你自家老自家上溜起來，你自家喺甘糖你自家上，你知道我自家見我糖自家上人，你愛得不得了，人家上人自家當好，咁樣用嚟上，你自家就會進步。嗰個第一步先接觸自家嘅聲音，第自家聲音嘅特色點嚟，講法速度點嚟。內容咯，佢當然講法，我哋有啲聽嗰度嘅廣播節目講幾年啊，都冇地嚟講嘛。所以我哋講法內容，我認為訓練咯。你就我自家很認真。平常時就多看書啊，多看書。真嘅，利用安尼人生嘅時間吼，像我最後吼，我最後人吼，出嚟通告我就當好炒茶嘅，因為炒茶吼，點鐘鐘尾吼，半點鐘尾吼，半點鐘啊，做留各位報紙啊、西裝全部做 contact 啦，你自家要做弟講，最近有乜事情哦，你係就會本自家平常時讓人打嘴鼓嘅時間，唔會有資料啊。為老人講打嘴鼓，限迄個時間較長出國啦，坐飛機啊，我像我嘅話吼，我皮包度從個當床，就會地巴度一天會有書，你平常時就要看當多嘅書。可是你隨時隨地地補充下資料一天都看書，就會加了就會人生嘅時間，因為我冇可能像人閒啊，比如話就貴州省啊，安尼貴州省無閒啊，唔係冇事情我做看書，我冇解安尼時間，我會用呢個人生嘅時間就係看書，安尼點點滴滴就會累積個人嘅嗰個功力啊樣嘢。嗰時我哋蕭峰先生同人講，其實愛累積自家功力有兩個方法，第一個講留下自家聲音，同自家聲音嗰種，可以調整自家講法速度，聽一路多讀書。真嘅，隨時隨地都愛熟悉資料。因為唔即個唔係可能會訪問萬人，無論唔係做乜嘅節目嗰種，唔幾時在一起嘅話，可能已經來唔及嘅。像咱哋平常準備很多東西嘅話，唔可以記錄下來。
我会用大纲写出来，大标题，我会记喺我食谱嘅吼，係。個食譜有分講某個文化啦、飲食啦，冇咯。唔會啦，我會用筆。我用別嘅個食料了嘛哈，乜個食係乜個哈，就當沖肉我會用紅色的，冇人沖肉我就會用其他平常時的五色啦，藍色的都會四川下。嗰時全部標喺腦筋裏邊。全部標落去。嗰時我哋咧小鳳是那個腦筋係最重要嘅步驟。不時都要做手法。嗰種我哋主持按到節目哈嘛，可以按到節目，要中間要讀到係標我哋嗰。人講粗包啦，冇到嗰種出差錯嘅事情嚟冇。粗包當然也會有哈，就想着你唔係講究啊，整個按腔啊哈，乜個麥克風一開啊哈，個發出兩棍啊，將佢什麼樣啊兩棍見講哈，冇可能就想時就會個嘟地啊，唔講會突到唔點樣辦講哈，跟住結果像迄個做廣播電台吧，忽然間就按樣嘅咧，腦袋瓜會就按你空台，不用空台時間用辦，你隨時啊哈，這個要低。你要怎麼去收這個哈空的東西？你就人惡了嘛哈，那隨時準備的。你講忽然間哇空拍台咧唔可以講嘅，你就給人惡出來送出去，哎樣險啊！可是這種人嘅發動我主持你冇辦法嗎？你送一空開兩樣咯。哦，唔會啦，佢張開是當然會去搞搞啊哈，當然去搞出來樣啊，自我調侃。唔講排泄哦，加下樣辦哈。哦，係呢，好，有冇呢啲方法？對，自我調，嗰種是你講，做唔得半個位收入現場嘅人吼，看出講主持人加下有啲外態啦，做唔得啦，很強壯吼，要保持人家個位，你就面帶笑容，乜嘅事情都冇發生，韓國自我調侃出來樣嘅。像嗰種人吼，佢講講，如果以呢個佢講喺大群眾前面出醜，好，你講。佢講會小兒啊，嚇，嗰種唔講，佢講太嗰種嘢點樣講法？將啱嘅東西可以訓練。當然可以訓練哈，就像是你講嘅哈，你一講嘅你就越會讀到，你一緊張你就會個會出差錯哈。嗰種你事前準備嘅功力，事前準備嘅時間就拉長嘛，你那成本設價，你就拉長嘅。就唔驚嘅，咁像我訓練當到學生嘅去參加比賽，當佢一上台，佢就因為佢經驗冇啦，可能也係因為佢年紀較細啊，嗬，會緊張，佢都我只有佢當真爽，我只有佢當真爽。你像我平常時啊，嗬，我也做當到嘅評審啊，嗬，我會了解安樣嘅過程，譬如說啊，嗬，我有當到擺出去擔任一個評審，無論像演講啦、朗讀啦，也係歌唱比賽啊。我講，我有各位參加嘅選手嗬，佢時代下出來講，叫老師，我當好你做評審。我講怎麼說哈？叫我因為你會給我信心。我講我從喺做評審嘅時節啦，嗬，我就會見看見。然後我把人見到一個陌生啊，我嚟見到一傾聽，哎樣嘢咯，佢自己會淡出去見態，我只有另外一種嘅方式啦。故說當然又唔係講評審先生而不用說，但是我知道啊，每3年從張開始踏上呢個舞台，從來沒強樣啊。我記得我細嘅時節啦，應該係小學嘅時節。佢先生係喺我上來念乜嘅文章啦嘛，就係做，因為以前讀書嘅時間，我就嘅當嘅主席嘛，嗬，開會啊，開班會，做司儀啦，冇做主席，做主席，一講話啊，佢做什麼緊準。會緊張，自己嚇自己哦，這個會緊準哦，但是這個100經驗，200經驗，慢慢，我們是，比如講做嗰位升旗典禮嘅時間，你當司儀咪哈，咪向國父一向行3鞠躬禮，1鞠躬再鞠躬，我們是講1鞠躬2鞠躬。旁邊又會休息，當然人家當時會當後腦，我講唔錯，因為我很緊張，但是我知道啊，唔錯係正常，因為我唔係天生會啊。故說我這個做呢方面嘅事情，我這個當然也會做一個這個準備好，我將會上台，但是我係對我學生嘅話，我就會用鼓勵嘅方式，因為我這個咩跌倒當倒啊。
咩本人少當多，但是我做離亞學生嘅較幸福，因為離亞學生嘅，你唔敢罵佢啊，你頭過去講唔錯我本人嘛。其實雖然我哋喺第一擺訪問到秀鳳先生，但是伊頭到秀鳳先生同我講一件事情嘅時間，我咪感覺到不安慰到你嘛，因為我哋太前邊睇嘅聽我哋前面，我只係我感覺到講，見咩鬼見到，但是後來先生同我講，其實一種東西係鬼正常嘅，好，每個人如果有緊張嘅時間，我頭到我感覺到很安慰，可是其實也係真係練習啦，嗰種我真係冇相信講，秀鳳先生因為講可能講出來嗰種拿對麥克風如果講話如果唱歌嗰種面，冇咁樣顯啦，我細細就當我緊張。係啊，個面哦，一請我上台，就捧起來，我放起來，佢一頭那皮我見捧起來嘅。梗係兩樣咯，人家唔可以係一種嘢是發生咗乜事情。唔要講就冇講啊，個細細個正常啦，哦，個細細乜嘢都唔掂嘅，當然正常啦。像而家我哋媒體很多嚇，我哋電視啦，還有網絡嘅嗰度 YouTube 啦，而家談垃圾容人越來越少嘅嗬。唔對啊，一方面即個呢啲。喺不會影響嘅一種發展，網絡講即個有乜嘅想法？我用叫記得嗬，我爸講一句話嗬，有人看戲，有人唱戲，做戲就有人看戲，係我知道各個嘅手權哦，我唔會擔心咧，因為我當接觸到嘅幾行茶一上茶佢就會談到嘅啊。談 radio 係出談廣播啊，韓國你像我有認識當到做田社種下人啊嗬，我日常生活都叫田行啊，都叫人咧，都叫山都去啊，佢個垃圾又就開到動態啊，佢就記得一個精神食糧啊，嗰種我冇以為講啊嗬，啲順佢會沒落，下呢就叫一個位。嗰度一方面做事，一方面談垃圾啦，嗬。錯啊，佢當方便啊。我先生想問一個問題，你講，而家我有嗰度嘅新型嘅嗰種方法，譬如講我哋翕一啲片咧，嚇，俾我網絡上面問下個人看，從唔會有想過做呢件事情。其實我老你所有嘅觀眾朋友講嚇，我今年在你台南市哦，我就有做安陽型咧，我哋一禮拜我就播出一百就5分鐘。佢不但在你台南市政府嘅官方嘅網站嚇，還個你個位有線電視台，還個在你係家講嘅個位 YouTube 嗰度嚇，隨時你就打嚟關鍵詞，好客自家天使後院，你就可以看到我。可是我都變成個24點鐘都可以談，都可以看得到秀鳳先生嘅節目。又有商人，又有讓兄，又有嗰位關鍵詞啊，哈，關鍵字，有客家詩，又會有拼音，哈，不然你如想學習嘅人哦，都係隨時就都係學。對今日節目我哋可以提供我哋嘅秀鳳先生對我哋嘅廣播節目做到發通嘅主持人，做到影響，其實伊最主要希望把我哋嘅客家文化可以傳承下去。今日我哋要感謝秀鳳先生嚟到我哋現場。希望你主持人，希望大家。休息一下，我等下嚟叫下嚟運通。大家好，又到誒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用心，今日要來做一個起燈烘來嘅毛巾操，好，加更加咯，請人烘起來，莫再坐到呢哦，坐到吼，我手法還有我身材會變得唔好哦，好，更加開始烘起來，同嚟一下做運動嘅哦，準備好了嗎？好，請拿好我毛巾，一樣哦，遞前面。好，讓一步，你腳，好，你左腳就遞前面，讓一步，好，做一個弓箭步，好，做划船的動作哦，來，1、2、3、4、5、6、7、8、9、10，好，數過來，更加做片塊咧，彎右片的哦，右腳讓出去，好，我記得咯，
伫前面好把扬起来那时间，你的脚要屈膝，好屈膝，好再鼓来，伸出，再鼓来哦，再一下屈膝，好再伸出，好，莫按出，好，安尼我踢死板，好做一个好弹性的运动，好来再来呗，开始哦，1、2、3、4、5、6、7、8、9、10，好，来，鼓来立正，好，再来呢，俺们来做一个两只脚来打开来，好，两只脚打开来，好，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慢慢的向前面弯，好，做一个甩肩的动作，左右按的甩肩，让你的肩膀哦可以不用松哦哈，1、2、3、4、5、6、7、8、9、10，好，请好，更加我身体我感觉讲，如果黏黏的毛有哈，好，来更加来做一个好毛巾上下扭转，好，好来再来夹你的脚哦，好，挺空来，上下挺空来，好，来劈下你的脚，好，扭转挺空来，好，来做安尼，嘿，好，开始哦，1、2、3、4、5、6，来做你是哈，7、8、9、10，加油哦，11、12、13、14、15、16、17、18、19、20，好，休息一下，好，就刚刚你的身体慢慢的放落来哦，哈，好，更加呢，来做毛巾，好，毛巾操的哦，前面点，你脚要伸出来，你手来伸出，好，提个动作，好，再鼓来，右边点，好，再鼓来，好，再一次前面点，我记得了，你手脚一挺哦，伸的出，好，慢的弯弯哦，还有你骨盆一挺，好，我得睇前面，骨盆不可以安尼。提出去，安尼歪一片咯，吼，安尼我唔可能，好来转过来，哈，我骨盆的方位要正哦，哈，好来，我们来做20下，准备开始来，1、2、3、4、5、6、7、8、9、10、11、12、13，加油哦，14、15、16、17、18、19、20，哦，请等着哦，好，更加来做左脚踢出去，嘿，左脚伸出去哦，好，按个手，好，踢路来伸出去，肚子舒放来，10分，夹紧，嘿，再过来，往右边，好，再一次左边，好，请好，右边。好，来哦，做20下，准备开始来，1、2、3、4，数啊，几个声音出去，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休息一下。一摆呢，然后来伫后背开始的哦，前面做下，好，做右边做下，来做后背，来看一下呢。后背的时间，我记得你的脚要伸出来，打出唔看你慢慢哦。好，一样，骨盆要撑长长哈，安尼做安两个，好，骨下来，好，再弯片。好，我数一条伸出来，好，我腰骨要打出咯，好，再鼓下来，我再看一次，伸出去，后背，嘿，再鼓下来，伸出去，好，准备好了吗？好，来开始哟，20下，准备，好，左脚开始哦，来
1、2、3、4、5、6、7、8、9、10，加油哦！还有11、12、13、14、15、16、17、18、19、20。哦，又刚刚又开始流汗了嘛？流汗来，做一个缓和吸气。好，踏步哦，哈，吐气，再一次吸气。好，吐气，最明白来吸气。好，吐气，然后更加吞，尼吞走了，仰吞下哟，来左吞下哈，前面黑，左右偏，好，再来后背哦，夹吞下哦，好，来增加你的心肺功能哦，会流汗哦，好，可以消除那个赘肉哦，哈，全身的一个运动哦，准备开始，左脚，右脚，3、4、5、6、7、8、9、10、11、12，加油！13、14、15、16、17、18、19、20，左偏1、2、3、4、5，停上来，9、10，後背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哦，开始流汗了哈，来吸气，吐气，好，大口来吸气，好，吐气，好，慢慢的鼓下来，右偏、左偏的肩膀哈，来，低背弯下来，好，做停留哦，好，右偏的肩条，好，来弯下来，做一个停留，加油哦！好，再慢慢的放起来，那最明白哦，加油哦！吸气，再来一摆哈。好，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哈。前面开始，好，左脚、右脚，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左偏1、2、3、4、5、6，加油哦！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後背1、2、3、4、5，數一乘7到6、7、8、9、10，最尾10、9、8、7、6、5、4、3、2、1，哦，做到了哈！来吸气，好，吐气，好，有刚刚吗？精神有感觉好吗？好，来再一次吸气，好，吐气，给你搞诶，记得了吗？好，安能好好运动，下次见面哦，再见喽。